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4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苏花路龙大高线新澳磅空上北路段，今下晡4点发生几多台车烧龙事故，造成1个人死亡，11个人轻重伤。被争取连任的民进党立委赵天麟逼出外口有查某，而且佫是中国人，今仔日又出面回失礼，大清德也呼吁讲，伊就爱讲清楚。检方敲到这乌道的军火库，竟然有国军刺针飞弹的发射筒，目前对查落去是对孤山陆战队来的，目前是有4个人奉声啊。伫咧苏花路龙大九线新澳磅空上北的路段，今下晡4点发生几多台车烧龙的事故，造成1个人死亡，11个人轻重伤。这拖拉机司机表示讲，看到头前塞车，伊是袂虎大动，就安尼死着落去啊。行车记录器翕到事故的情形，这台车一直向前冲，弄到头前的车拢变形，有人卡伫车底，还有同行骑车的驾驶掉伫车的下底。消防接到通报，赶紧去抢救。有人压在底下，车祸发生伫下晡1点53分，苏花路龙大九线118公里，新澳磅空上北的方向。57年厝弄到人的沙石车驾驶，伊甲警方讲，伊看到头前塞车，煞袂虎打动啊。不过有在场的驾驶讲，迄当阵磅空内底有救护车，为着要让伊先过，车流就发现往两边边仔驶，就听到后壁有弄着的声音。一个迄当阵要掉伫车底现场的查甫人，抢救出来时阵就无喘气、无心跳，送病院急救也是不幸死亡。另外有11个人轻重伤。11位里面有1位重伤，2位中伤，有8位是轻伤。那轻伤的有些经过治疗以后已经出院了，其他都还在医院中积极治疗之中。事故发生了后，要造成上北的车路袂通，公路局甲路南车道一线调拨做上北的方向，陆流放行。3点40分，上北方向的车路嘛恢复通车。单线双向人化，那但是因为今天车流量比较多，所以两边的车脸会有一些比较慢，会有一些滞留比较慢的时间。警方讲，这件连环车祸包括5台大轿车、10台轿车，甲1架重型机车，会进一步理清事故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要争取连任的民进党立委赵天麟，即马逼出讲伊外口有查某，而且佫是中国人。今早起赵天麟亲身出面来回失礼承认错误，还强调讲这已经是几多年前的代志咯，因太太也已经原谅。不过，敢会继续来选立委，本人是无做回应。高雄市长陈其迈是认为，这就要检讨立委布局。大清德也讲，当事人有责任向家庭也个社会交代好清楚。那说实在，这个记者会召开实在是我非常惭愧的一个时刻哈。那这个多年前，这个发生了一段不应该发生的这样的感情，那造成了我的太太非常的难过，那也受伤。那说实在的，我相当的自责。洪标出艺术家中国籍的女子婚外情，民进党立委赵天麟临前一暗24早起亲自出面回失礼，承认婚外情，只是时间是几啊年前，已经出伫太太甲囡仔了解。委员是否会退选？记者会无到2分钟，赵天麟讲完想要讲的话就离开，无回答任何提问。行为很不应该这个也应该要深挚的检讨。高雄市长陈其迈是讲，党会爱赵天麟亲自检讨，对立委布局也爱心性评估。刘焕仪共党都会立委访问到这件代志，拢赶紧离开，无要回答。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早起出席民进党国政记者会时，也无正面答复，敢是爱赵天麟退选，态度互人有想的空间。当事人自己的事情有责任对家庭还有对社会说明清楚，这个是他无可回避的责任。形象称呼赵天麟表出回文，恐惊冲击连任地位选情，港选区竞争对手拢表态。这位女子的身份到底是什么？跟你的职务上有没有任何的关系？我觉得你有责任，必须要向社会大众交代。呼吁
那个我们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副总统还能够勇于面对这个事情，迅速调查。赵天麟中正资料完整，捌伫2018年到立民进党高雄市长初选对上现任市长陈其迈，伊当年伫地方拍基础，也有袂少子弟兵顺利当选高雄市议员。即摆拼立委4连霸，所伫选前逼出分外情，互民进党定调即摆大选爱总统胜选，高雄立委设处红不让的算盘拄着乱流。无表态退选的赵天麟看起来像要继续争取连任，党中央安怎指挥考验智慧？记者综合报道。进前检调去查到一个这乌道的军火库，内面竟然有国军的防空武器、刺针飞弹的发射筒。对查落去，真有可能是对孤山陆战队陆陆入来的。昨有派人去敲，也约谈5名被告，其中1名是上卫情报官，1名是士官长，也有2名中士等4个人，落尾拢去放声压。那海军陆战队指挥部是表示，确实有刺针飞弹发射筒拍无去，会配合调查，也会处罚一寡涉案的人员。靶弹发射。国军官兵以刺针飞弹锁定标准，精准拍到。军方今年7月才进行新疆操演，展现精准打击的火力。今嘛刷标出海军陆战队6里偷卖军用品的案件。上先一个刺针飞弹发射筒，哪像是流出去？检调顶一日查到一个乌社会军火库，发现大量新型现役的军用品。透过追查甲清查配合，确定是为孤山陆战队6里流出来的。一个上尉情报官，一个士官长，甲2个上士有真大嫌疑。讯后就其中被告1人交保新台币10万元，那其余的被告4名的部分，那认为涉嫌贪污治罪条例那向桃园地方法院申请羁押。海军陆战队指挥部回应讲，经过调查，确实有98年一个双连装刺针飞弹射击了后的发射筒，会配合调查厘清，也若涉法的人员会严办。刺针飞弹有几啊种发射的类型，尤其是经射式，伫即届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是真出名，方便炸来炸去，会当单独操作，而且较袂互发现。射程上远有甲4800公尺，是亚战防空真好用的武器。国军想要买已经真久啊！咱甲美国采购500粒经射式的刺针飞弹，面临交会延长的问题。美国今年透过无偿军援，5月份交一批经射式刺针飞弹来台湾，不过剩的飞弹可能都要到2025年才会当全部交会。学者表示，台湾目前有双连装甲阿帕契空射型刺针飞弹，若经射式的，可能会当补充台湾防空最后一道防线。我们透过各种类型的刺针飞弹，当然还有我们其他防空手段整合，可以很有效的去协助地面部队去建立一个保护地面部队不被攻击机或者是直升机攻击这一类的精准弹药，其实它需要非常庞大的数量，所以即便我们目前是要向美国取得500枚，就是各250枚嘛，但是就建军的方向来说，其实未来还会需要更多。学者认为讲，台海若爆发冲突，刺针飞弹唔免等到城镇战才用得到。伫战争的初期，就会当反制解放军直升机机降突袭，阻挡解放军兵力登陆。记者综合报道。海巡署的南投南庄伫咧基隆港的时阵，却凶去弄到码头，造成查做的人行道破起，加在是无人经过。海巡署表示，讲是因为设备故样才会冲出去，这南投南是无啥问题，会当继续走。那这码头的维修费用，航务公司表示对港区的营运是无影响，不过这修理可能要开23万。由封锁线抗塑胶笋，警官报道毁损，雨烂断去。江边的阿摩土地突然起一角，现场变安尼，原乡都是这只南投南。你要把飞出去啦！这个地方这么细，你前几米都唔对啊嘛？飞船啊，飞这款类型的，可能要掉头，要掉头，过来就离啊，弄到足大声。海巡记者孙宏南全身有落擦，主要负责台湾东北部南国专属经济海域内的巡逻护渔任务。23世纪8点外，伫基隆港耍船停靠的时，突然冲浪码头造成无栈道损坏。好在在报道顶，迄当时无人，海巡解释。检索机信号异常，无出现正确信号，不利操作。舰上人员均安，不影响航行安全及本分署勤务运作。后续由港务分公司提供维修报价及期程，本分署将积极配合修复作业。南艇这一浪报道大面积毁损，海巡大型配合修复加赔偿。
港务公司估计维暖维修费要开23万，已经请厂商处理，码头面的毁损目前也在估计。操控在上有失误可能撞击这个码头以及人行的围栏。根据包商的叙述目前正在带料当中。那如果整个材料备齐之后，大概在3到5个工作天就能够复旧。事发地点只提供公务船停靠，也不过港务公司表示，对港区营运无影响，也暂时无航案记录，因为受损范围主要集中在维南，也不过关经占道破一大坑，都惊有安全记录，复原进程禁止行人行过。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早起7:05发生规模6.2的地震，气象署表示，这个地震发生在东部海峡，深度干那5公里，伫宜兰、花莲、台东拢是3级。接落来10:54，搁再发生规模5.1的地震，同款伫迄个所在，不过有较深是24公里。专家表示，讲未来5天将有可能会搁再出现规模5以上的地震。很大，还在摇。2时早起7:05，雄雄发生地震，真侪民众惊一个全的精神。厝内天棚的电火是一直害，另外还有卖场的员工，就算拄到地震，要是坚守伊的职务，唔敢离开。发现摇蛮大力，赶快出去看一下卖场有没有东西掉落，这样先上下再左右吧。惊到就对了。我问到我无用嘛，无大。较早起即届地震无传出人员伤亡或者是灾情。中央气象署地震中心指出，即届伫东部海峡规模6.2极浅层的地震，上大震度出现伫宜兰、花莲、新北、甲云林等等的所在。以用过地震发生的频率来看，每一年平均会发生2届至3届规模6以上的地震。今仔日早起6.2的地震是今年的头一个，若规模5以上的地震，用过平均一年是24个，今年已经25个。还佫伫2年来背景的平均带内底，像台北盆地或是比较高的楼层，它会有一些盆地的效应跟一个大楼的一个效应会有一些共振，所以你感觉会比较大。地震的一个成因其实基本上台湾就是2个板块的一个碰撞，欧亚大陆板块跟菲律宾海板块的碰撞，在东边这边碰撞。每一年都是8颗原子弹的这个能量，那今天有释放1颗也是比较好了，这样子就不会说累积得太快。规模6.2的地震是稍微大一点点，但是以过去的经验来讲，这个区域的地震它一般都没有造成灾害。即便它以后的余震是5点多的话，应该不会有什么灾害。专家表示，这届发生6.2的地震，能量有释放是好代志。不过，这5天内也是有可能会发生规模5.5至6的地震。不过，因为地震中心离台湾真远，以前的规模嘛比之前较小，影响无大，民众唔免烦恼。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有一个17岁少年囡仔，今年5月伫高雄莲雅区的这个监理站按太阳能板的时阵，无细力对2楼悬的所在摔落来，送病院了后犹原不幸过往。这死者的老母发现讲，做事的环境呢无装防护设备，雇主也无去投劳保。去劳工局申诉所回应讲，这囡仔和头家毋是头家甲新落的关系。调查了后，才有可能是老爸找囡仔去做散工尔。不过，这业者呢无提供任何防护，依照着违反职安法，会当罚12万。我也希望我儿子会是最后一个。友好的17岁学生将机尾无救回来，妈妈心疼，也调查囡仔死亡原因。所发现迄当时伫高雄莲雅寮监理站，伫这个2楼悬边顶装太阳能板的学生，竟然无任何防护措施。护具，然后跟一些围篱，可是因为当下那边都没有准备这些东西，从这样子大概2层楼高，就这样子突然掉下来了。后生死亡才发现，雇主无投保劳保，事后也要求其他的员工替伊暗砍工作事实，只好家己找证据，策动其他工人自灭，也提供派工回信等对话截图，和高雄市劳工局进行申诉。劳工局刷回互家属，认定双方有雇佣关系是主观的裁决。赖的对话记录也有一些功能的佐证资料，签了自愿书。我都递上去了，为什么他们会给我这些答案？那这个部分，劳检处就再次检视全案资料以及家属所提供的文件，但仍查无明确的事证，可认双方具有雇佣关系。
罗江桥表示，少年父亲家己讲，业者是请用伊装太阳能板，少年只是来帮忙。有相关人员证词会当证明，家认定无雇佣关系，有申诉证会当随时申请。林阿廖讲，吕上回应，指出租场地细节无清楚，已经要求租地的厂商后手爱依法办理。只是少年母亲提告业者业务过失致死了后，立法规定，加上讲业者承认是雇主，也申请赔偿调解，也予伊呼吁政府重视公安，唔通互家属想要讨公道，也会家己找证据。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中华有一间合法生产再制塑胶的公司呢，涉嫌含其他业者斗空，甲这收来废弃物利用有牌这间做暗号，说甲这物件再去家己囤起来。初步估计，因这恶心钱有赚1亿外，专案甲33个人移送法办。这间大间工厂内底拢是废弃物。中华这间生产再造塑胶、甲处理废弃物的公司有合法再利用的许可，不过却涉嫌甲一个姓黄不法的业者合作，用假租厝要乌白等废弃物的方式，甲无经过处理的废弃物再去家己路草乡迄块地单掉。保释中对经过年外的搜证，发现因偷等12000吨的废弃物，不法所得有甲1亿2000多万。破获彰化县某公司以再利用许可身份收受废弃物，由黄姓土委以假承租蒸汽制的方式，将未经处理的废弃物载运至嘉义县鹿草乡一带弃置掩埋，估计不法利得约新台币1亿2000万元。这个事件会引起警方的注意，是因为去年6月初9，国道3号上北226.8公里的所在发生车祸，有2架连结来并起，地处大量的废弃物也较几大位。警方报请中华地检署指挥侦办，才抓到环保犯罪集团。环境部表示，无利用或者是旁的工厂甲仓库的地主或者是厝主，若是拄到来做登记的，而且一个手就付大条的租金，都要提高警觉。所有的这个地主或者是这个房东要特别的小心，因为他之所以一次很慷慨的付给你这么多租金，其实他就希望你不要来看他到底在做什么，利用这样的一个你的这个仓库啊，或者你的废弃的工厂啊，来做这些弃置这些废弃物的情形。环境管理署强调讲，中央甲地方政府已经组成区域联防，透过大数据甲监测，预防类似的事件搁发生。现在这个姓黄不法的业者，有黑社会背景，还佫涉嫌盗人去讲别人的车。警方以涉嫌犯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毁损、伤害、妨害自由、甲废弃物清理法等等的罪嫌，甲这个姓黄嫌犯等等33个人，移送中华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中华环保联盟接到民众的陈情，讲有农地顶头违法伫咧起铁厝，落尾环保联盟就向中华县政府提出检举。不过，这县政府呢，说甲这检举单位相关的资料写伫公文顶头，这公文就寄予这个互人检举的对象。环保联盟的成员，逐工是提心吊胆，惊去互报复。那这县政府是解说讲，这环保团体是社团法人，无适用告诉法。中华环保联盟提出中华县府的公文，批评实在有够含，因为公文顶头甲环保团体的名，也佫有检举文号写甲一清二楚，副本交环保团体，正本交被检举人，亲像咧甲对方讲是环保团体检举的，害环保团体接到母妈的电话。假仁假义的啊！你们真的很会侮辱人家，真的是很厉害哈！啊，你们是假仁假义啊！你为什么不敢派不敢打老虎出来，只敢欺负这些老农？中华保盐这块农地。就上检举的地点，农地已经搭好铁厝。有民众这个月初5向中华环保联盟陈情，环保联盟甲资料转予中华县政府，事后却发现检举资料互县府泄露，害环保联盟的人即马规工拢提心吊胆咧过日子。因为我们的办公室地址都是公开的，那会不会哪一天真的被检举人真的气炸了，然后把我们办公室做了什么样可怕的事情，或是有什么放火烧了，那这件事情谁要负责？立委洪新汉伫23个内政委员会，嘛向内政部长林佑昌质询，质疑中华县政府公然违法。这就有点像是在跟违法的民众、违法的工厂说：“你看，就是他检举你的。”哈。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基本的法律的一个尊重跟认知了哈，因为这已经违反这个个人资料保护法的相关的规定。林佑昌讲，中华县政府行政疏失，会要求地方政府依法行政。不过，中华县政府讲，各自法的保障范围，敢若限定自然人。环保联盟是社团法人，不适用个人资料保护法。个人资料保护法，它适用范围是在自然人。
但今天政府不但没有做到这样子的处理，反而把民众的个资泄露给工厂厂主，我们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不可取的事情。其他的传播团体讲，政府检讨检举和汇报的流程，卖加强对电信人的保护。中华环保人民讲，因为已经造成权益的损害，无排除对涉密的公务员和县政府提出告诉。记者综合报道。各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这以色列准备对哈马斯在加沙地区的据点进行地面攻击。另外，埃及和卡达介入之下，哈马斯宣布放2名的人质，是79岁也有85岁以色列妇人人。以色列表示讲，这哈马斯开始放人，就是代表以色列的军事压力有影响到伊。哈马斯下底卡松的处理，传去网络顶的影片显示，79岁古博。甲85岁利弗西兹由后面的历史理证书交予国际红十字会人员。了后，以色列空军出动直升机，甲2个人载去迪拉维夫的病院接受检查甲医疗照护。针对这点，当地卡达首府杜海哈马斯前任领袖马夏阿尔强调讲，卡松历史里本来就愿意甲封关起来以色列民众放出来，问题是伫以色列政府的态度。حريصون على أمنهم، إسرائيل هي التي قتلت أكثر من 22 منهم بسبب هذا الدمار. فإذا كان نتنياهو حريص على هؤلاء، إذا كان الأمريكان والأوروبيون حريصين فليجبروا إسرائيل أن توقف عدوانها. 不过，以色列除了持续准备发动地面战，而且空袭伫加沙的哈马斯据点，一个主张哈马斯开始放人，就是以色列施加军事压力的结果。So these people aren't humanitarians; they are bloodthirsty killers. And if they are releasing people, it's because they're being compelled to do so by the pressure we're placing upon them. And as that pressure increases, I believe you'll get more people out. 到伫加沙持续受到以色列空袭的时阵，以下双方伫埃及甲卡达的讨论之下，当伫谈判对加50个人质放出来。不过，也有一个问题是，甲以色列民众绑走的，不一定敢若是哈马斯。以色列时报指出，无共派系伊斯兰圣战组织，讲因手头有30个以色列的人质，另外还有其他失踪的民众，可能去有其他巴勒斯坦的团体，唔知藏伫倒位。这种互人质的家属心内是真着急。其中画面内底即个挂目镜的查甫囡仔欧哈孟德，23才打满9岁，嘛伫10月初7迄天失踪。不过到底是去有倒一个组织，或者是团体绑票，目前拢无消无息。公视新闻，齐家人编译。以色列目前要透过地面攻击来拍哈马斯。美国呢也派遣这军事顾问去到以色列，要求哈马斯就要先放人。这场冲突爆发到今呢，已经超过5000名巴勒斯坦人过往。目前加沙地区唔但物资正欠缺，病院也无电通用，情形会当讲是非常严重。军南韩军力开始组织军方高层来到海军基地，顺势动员状况。以色列进行宣布强化对加沙走廊的攻击力量。目标要彻底扫毒哈马斯。זאת תהיה התקפה קטלנית, זאת תהיה התקפה משולבת מהיבשה, מהים ומהאוויר. עשו את העבודה שלכם. 以军的行动让各界忧心，加沙战火演变作区域冲突。美国已经增加中东的部署，严防升级的风险。同时派军事顾问去以色列，持续呼吁各方援助。不过，北京否认有对以色列发令。谴责伊朗暗中协助哈马斯，强调即马毋是停战的时机，因为即马哈马斯手头还有数百个人质。美国总统拜登23和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通话，重申美国争取人质释放的承诺，佮呼吁持续提供冲突区的人道协助。目前加沙走廊被以色列围困，庇护所的民众已经陆续找到食米和水。不过，当地230万人需要更加多物资救援。وبعد هيك نظرا لضعف الامكانيات وقلتها يعني سنوقف هذا العمل لعدم توفر الامكانيات. We have more than 40 trucks waiting by the border, along with plenty of other humanitarian agencies who also have high numbers of trucks that are waiting outside. 因为以色列救援燃料实施断水断电，真侪病和庇护所有高度的风险。另外，礼拜到拜日24点钟内有436人因为空袭死亡。冲突爆发到今，已经超过5000个巴勒斯坦人失去性命，其中有2000外个囡仔。公视新闻杨安编译。
美国的阿拉斯加航空公司有一名当咧休困的机师艾默森，伊坐家己公司的飞行机要去旧金山的半路，却想要去甲这飞行机的引擎禁掉，造成摔落来危机。甲在现场警官有发现，随甲阻止，也甲抓起来，落尾也互人以83项捕杀等重罪起诉。 We've got the guy that tried to shut the engines down out of the cockpit. He doesn't sound like he's causing any issue in the back right now. I think he's subdued. 这件空中惊魂发生在阿拉斯加航空的子公司太平船航空。44岁休班中的技师艾默森，利以当时的身份，坐自家为西雅图飞往旧金山的班机，坐伫驾驶舱另外座椅。飞行途中，伊突然想要启动机顶的灭火系统，这造成引擎燃料从切断煞失去动力，造成飞行机摔落来。 迄当时机顶有80名乘客，政府驾驶遂将伊制服，随后转往波特兰机场，佮安排乘客转机。艾默森航空83项企图谋杀罪、83项危害他人安全罪，加1项危害飞行机罪，上紧立时出庭。联邦官员已经排除恐怖攻击的可能性。 阿拉斯加航空随即发表声明，表示政府机长反应真紧，过程中飞行机引擎拢保持正常运作。这个事件也无涉及任何武器。事发了后，技术人员向乘客表示，艾默森精神失控，需要落飞行机。专家分析，这将是调查重点。Look at this individual's background to see if there were indicators early on that his own airline and the pilots that fly with him day to day didn't detect or didn't report. FAA 资料显示，艾默森伫加州旧金山郊区有房产，已经结婚，有2个囝。厝边也表示，伊是一个正常爱家的查甫人，对于这个事件真意外惊吓。公司新闻是非常变形。 立陶宛国会议长西米利特带团访问台湾，今仔日伫立法院发表演说。伊讲，就算台湾和立陶宛离真远，毋过有共款的信念和立场，所以双方是徛真歪。伊也强调讲，台湾是欧盟伫印太地区的民主朋友，立陶宛的用心强化和台湾各项领域合作。 带着优雅笑容接受立法院长尤锡坤颁授的国会议长荣誉奖章，立陶宛国会议长西米利特也会整100位，佮加做第一位伫咱国国会发表演说的波海3国议长。 Both Taiwan and Lithuania are guided by the belief that people are the creators of their own destiny. I truly believe that shared values can bridge the largest geographical distances and bring people together. 西米利特表示，台湾甲立陶宛虽然距离真远，也毋过共享同款的价值观。随着最近几年台日关系有深远的发展，西米利特也指出，澳洲议会决议文中强调，台湾是欧盟伫印太地区的重要伴，民主盟友徛伫对抗强权的上前线。那立陶宛身为会员国，会努力伫强化甲台湾各领域的合作。 May the rela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Lithuania serve as a proof of the potential emerging from joint action of democracies. Through partnership and mutual respect, we will meet the challenges of our time and build a legacy of strength, resilience, and progress. 台湾一定会持续与立陶宛及乌克兰站在同一阵线，与世界各地爱好民主自由的盟友们站在一起。 共同对抗任何危及民主自由、威胁印太和平稳定的险恶势力。第二流程照常的时，西米利特超过180公分的成员特别显目。那伊所带领的访问团也包括财政部甲企业人员，会出席台北金融科技展，甲参访超快雷射研发创新中心，以提升台日双边更加侪互动。记者综合报道。 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早起举行第7场的国政发表会，谈论到社会福利政策。那国民党的侯友宜是争取新住民的支持，提出7大主张，而且也讲到参选无一定爱做正的，接受挂校配。那这民众党的总统参选人呢，郭文哲伊是指控国民党的行为，就是亲像这大党伫咧欺压小党，无选择的空间。
目标打造公益社会，让需要人拢会当得到支持。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二是召开第7场国政发表会，甲重点放伫社福政策，提出5大方案，包括强化儿少保护、健康促进行动、身心障碍者权益促进行动、强化身心障碍者社区支持、优先自主的个人生活环境、推动社会安全网2.0、强化保障经济安全，尤其囡仔心理支持方案是延伸到各校啊。嘛推动学生辅导法修法，赖清德当行看讲，那当选会定期甲社福团体见面。那社会救助法应与时俱进的调整中低收入认定标准，扩大社会安全网，让更多有需求民众能够获得政府支持，积极协助低收入、中低收入户的高中职、大专毕业班学生预备生涯衔接。国民党校友义去台南提出新住民政策7大主张，那有新的新住民全面纳入健保，推动中国配偶摕到身份证缩短到4年，建立全国统一平台，设立新住民语言中心，而且成立移民委员会。不过拿白合一直拢无共识，校友义讲要阁坚持做正的，挂号2个人的名伫咧同一张选票顶悬，要互拿白合有阁较侪空间。不过郭文地下晡直接讲，安尼像大党伫咧打压小党共款，硬要逼分。因为国民党的目标是要甲赢过赢，不是要赢这场选举。逼婚，你知道？而且连那个选票都帮你印好了，只有柯侯跟侯柯，他完全没有让你选择的余地的。他一开始说我可以当户的，是因为他知道他一定会赢，他才会这样讲嘛。我想是这样的哦。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讨论合作的，也没有说不能合作嘛。我不逼婚啦，我你情我愿啦，坚守承诺啦。安尼是较重要，所以政党合作是全民的期待。我嘛希望顺顺利利，会当大家结婚就成功。国民党强调讲，组成联合政府，嘛话讲爱提出互双方拢同意的比赛规则。因若校友义讲伊并无逼婚，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讲，校挂配也是挂校配拢会使，2个人一定爱伫选票顶悬。不过，即嘛传出挂轨合作有3方案，包括由郭台铭推荐副手的人选，比较特殊的模式。就郭台铭担任有实际影响力的角色，或者是比较顶一届大选，由郭台铭推荐人选冠名民众党无分区立委。不要预设任何的立场，而且2个人的慢慢谈，总有一天会顺其自然，水到渠成。校友义嘛，甲郭台铭发声，会当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为黄士修是爱国民党顾全大局，会当互郭台铭代表国民党实现拿白合。记者综合报道。受到进前风台小连续入来影响，国内菜市价销一直拢无力。也若伫咧台北市场呢，买一粒高丽菜差不多爱200块左右。另外，这卡马豆、乌骨仔、大冬啊、咸姜啊呢，这1公斤的批发价拢伫咧120块左右，甚至超过。农粮署表示讲，可能要等后个月开始，这菜市价销才会稳定落来。还有需要什么来看看呢？菜市仔内菜单啊顶面各种菜色满是，和以早随来随买无共。即马真侪民众伫买菜之前，拢爱先问介绍才认钱。是很贵啊，以前最便宜的时候1颗到几十块，现在是100-200块啊。那现在还买不起啦。你只要是高山的那个尖那种，就是200多这样。他们很厉害了，你看，我刚才讲买2个玉米就170，要吓人。感觉菜色变贵，真侪人唔是减买，就是规气买买。因为台北市市场高丽菜小卖一袋斤大概是120到160块，等于一粒高丽菜至少爱200块。连逐工开市做生意的菜贩啊，嘛直直讲菜色批发变贵，希望菜价会当赶紧回稳。今年很贵啊，我们从来没有买过这么贵的菜啊。那这样会不会不好卖啊？不会啊，因为我的客人是固定的客人。另外点心蛋、包水饺也是真饺拢爱用的高丽菜，也到汤丝仔菜这寡菜色价钱也阁真悬。业者惊起价，人客也走了了，只有眼睛做生意。成本各方面就比较贵一点，像菜的部分，但是我们还是要买啊，没办法。我们水饺也不可能说今天卖这个价，明天卖那个价，所以在这段时间我们都很难获利，几乎都是在赔钱。根据台北农产运销公司的资料，24个菜色批发总额计销，大粒토마토和乌骨仔每公斤是120，大冬仔是150，咸椒仔是140。葱仔破200块，显示最近的菜价直直抢悬，互真侪民众志在袂调，拢咧想讲，当时菜价才会落软。
台风可能造成在当地的那些农产品的品质下降，后面包括我们平地的这个一些蔬果陆续在上市了，所以价格上目前大概已经比较趋向平稳了。农粮署有果，后个月开始菜色的产量增加，又搁无风台来乱，菜色的价格波动会慢慢啊变零，民众就免搁开遐侪钱咯。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顶礼拜本土的天狗节，搁再有5个人死亡，今年病例数已经有18000多例咯。不过疾管署也预测讲，今年上届严重的时阵已经过去啊，已经是连续3礼拜拢有伫咧降，11月初可能会降到1200例左右。啊，若讲到这流感的疫情呢，顶礼拜增加23例重症，其中2个是囡仔，上细汉才1岁尔尔，发病3天就因为肺炎插管，目前正在加护病房治疗。最近流感等等，感染呼吸道的病毒是真猖狂，去诊所互医生看的人是甜一甜。疾管署公布顶礼拜全台湾门诊甲急诊类流感就医的人到81000人次，流感死亡的新增加9例，流感并发重症的有23例，死亡个案拢是60岁以上的侪岁人，重症的有2个囡仔，其中南部一个1岁查甫囡仔发病3天就并发肺炎，目前还在插管伫加护病房。肺炎的这个状况比较严重，有甚至导致到这个呼吸衰竭，所以就是插管啊，入住加护病房去治疗。另外，天狗节的疫情嘛，还伫咧流行期。顶礼拜全台湾新增加1745个本土天狗节的病例，而且新增加5个死亡的个案，拢是70岁以上的侪岁人。累计今年本土天狗节病例数有甲18000多例。疾管署推估，今年疫情高峰已经过啊，而且已经连续3礼拜降低，本土天狗节1礼拜确诊的人数。11月初可能会当降到1200例左右。今年累计有18829例的一个登革热本土确定病例。那我们预估在11月初、在11月中旬的时候，登革热可以减半到每周为1200例的一个病例。疾管署提醒，秋天甲冬天是新冠病毒、甲流感病毒等等呼吸道病毒真活跳的季节。呼吁有符合资格的民众，都要赶紧注公费流感、甲新冠 XBB 疫苗，来提升保护力。累计到23为止，流感公费疫苗已经注302万剂起啊，新冠 XBB 疫苗有34万人已经注射。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寡钓竿的民众向金管会申诉，讲保险公司认定有带院才有理赔，立法院就举办这公听会，邀请到健保署、保险局等单位讨论出一个会当做的方案。不过有保险业者表示讲，若准含这保险契约顶头写的条件无共款，愿意赔偿2-3成就爱头笑啊。医疗科技发展，精准医疗已经正做治疗趋势，多数的癌症标配治疗药物已经唔免带院，伫病院就会当口服还是注射。定日健保署要求病院搬早癌症病人2天一枚健保带院，最后造成癌友无都符合商业保险实质支付理赔条件。病友的大概在治疗上面，我们大概每3个礼拜一个周期，他可能3个礼拜就会碰到一次这样子的问题，面对这样子的煎熬，就是我的保险不理赔，那我到底要不要治疗下去？癌症希望基金会癌友自费统计也发现，伫申请商保卡关的上主要原因是带院才会当理赔，占17%。过来就是唔知影诊断证明书要安怎写，甲需要收集正本才会当理赔。另外，像保单条款治疗定定标准的争议也是常听到。我们知道手术跟药品的复杂度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这确实真的有必要大家一起去讨论有没有一些弹性的做法。为了应用癌症医疗形态改变，健保署也提出将即马带院医疗险保单用协议条款，还是调整费率，针对着癌病人设计肉体保单等建议。其实现在医疗发展的趋势已经跟也许5年前、10年前有大大的不一样。怎么样来衡量？从住院改成门诊来提供，所以呢才会有建议说，其实呢不管是实支实付的住院型的保单呢，希望可以衡量门住诊提供不同的保单的设计。当初在设计这个商品甚至费率的精算的时候，它就有把这个住院的发生率都算在里面
那么，所以如果要做一些调整，势必要重新去精算这个费率。金管会表示，已经请寿险公司研究评估可行性，根据了解，保险业者希望健保署提出感情治疗大数据，包括都系诊所、天数、用药费用等，除了作为日后设计新保单之用。有保险业者私底下表示，到时健保署提供数据无符合当初合约载明的单元条件，实质是付上济，只愿意支付2至3成。记者综合报道。台电伫宜兰的仁德地质发电厂24载起正式商转启用，按算一年会当提供470万度的电，提供予1200户使用。台电表示，讲全台湾总共有11大地点，当咧开发地质发电，那准拢完成发电量会当达到61.75万瓦。伫台业造前及复城中，台电宜兰仁德地质发电厂临时正式商转启用，预计当年会当发470万度电，提供1200户大约2/3台东乡的年发电量。发电厂为离原住民传统联合，经过真侪年沟通，总算得到部落会议同意，顺利开发。3、2、1，请按压。行政院长出席启用仪式，伊对于电厂的发电成本关系也真关心，希望唔通安尼予电价起。台电表示，以20年发电量来算，仁德地质发电厂一度电成本大约5块，未来随着技术成熟，成本有希望搁降低。的话，这个地热的每度电的成本跟风电跟我跟院长报告成本的部分20年把它回归回来，一度电大概在5块。仁德电厂伫2022年7月动工，建设经费3.5亿，采用双循环系统，处地无储水的概念，会当24点钟稳定输出电力，发电率上悬会当达到70%，个无受天气影响。台电有告，仁德发电厂一年会当减少2300吨碳排，相当6座大安森林公园的碳吸附量。有开发或并联的，甚至已经在专井的，大概11个这个场所那包括今天台电这个场所。那2025年，那我们类似刚才提到，那11个厂起来大概有20 mega 左右。国内目前有11个地点，当咧开发地质发电，既然都有3个地点。除了清水仁德电厂陆续商转，后手也有一座土场地质发电厂当咧建厂。花莲台东甲新北也拢有地质资源，会当予电厂开发也咧探勘。那全数完成，一年发电量达到61.75万瓦。台电表示，续落来土场也会伫明年商转，目标2025年予地质发电会当先累积设置28万瓦的发电量。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基电今年出现这20年来上届电把楼，水位有来到1.37公尺，基本拢受到这淹水影响。县政府呢也要补助住伫咧基电的住户设防水闸门。不过过去有真侪居民是占国有地来住，因即马要申请，说是无都提供这土地权证。居民溜到裤骹，豆豆仔行伫淹水街仔，连菜搭嘛用箱仔将面甲踏关。今年8月，基顶大流创20年新高，水位达到1.37公尺。虽然市府今年补助当地住户设防水闸门，其中需要帮助所有权证，居民根本提不出来，因为伫基顶遮过去有真侪用户是占国有土地来起厝，最到搭今年防水闸门申请数敢若核准3件，有9件也搁咧审核当中。以前到现在。就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淹这么高。对啊，爱尽量政府你台湾帮我上。大家拢提不出权证啊。对啊，大家拢无法度啊。因土地权就公家的所以你人要申请的时阵，你要叫人提出，就是讲。房屋的迄个所有权证大家总提不出来。高雄市议员江焕忠23日议会质询时阵提出，希望政府会当放宽申请水闸门标准，其他较低地区嘛应该比较办理。其实每年6月到8月拢是基顶大流时阵，今年拢总有4个里受到影响，其中进行里就40-50户。里头有40-50户啦，但其中总有影响有4个里，基雅里、金陵里、中秋里、中秋里，安顺里小看尔。因为有的是住伫国外啊，互厝边头尾来住的拢有，学生嘛有人只在做啊。高雄市最近就表示，毋若基顶，只要伫海线地区，拢会当申请防水闸门。伫今年补助上悬的金额是3万块，目前水利局嘛已经向营建署来提报计划，来争取9100万来改善基顶地区，包括加灌挡水墙来设水闸门甲抽水机。记者张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
捌提过国家文艺奖的詹道雄老师是推动台湾歌剧发展真重的艺术家。伫11月，伊要带团去到西班牙演出，除了甲法国这西班牙作曲家范雅的作品结合咖喱红仔演出以外，也要改编布袋戏国宝陈锡宏老师的作品《卡古音言》，用传统布袋戏来表演。未来这西班牙博物馆内面也会长时间设一个台湾展览专区，会当讲是真重要的艺术外交。现场举咖喱红仔和民众互动的，就是捌提过国家文艺奖的詹道雄老师。伊手里举的红仔真特别，是西洋人的造型，就是因为即届要带领台湾的声乐家、布袋戏艺术和乐师去到西班牙演歌剧，除了甲西班牙作曲家法雅作品结合咖喱红仔演出，嘛改编布袋戏国宝陈锡宏老师的作品《卡古音言》，以台语和客语用咱传统布袋戏来表演。东方西方的交流啊，互咱布袋戏。甲这个先锋藏头戏吼，一个结合，所以这就是咱本土，咱国际。即摆咱本土，咱国际，这就是即摆一个口头禅哈。即摆是在阮那个落实。法雅是西班牙上有代表性的作曲家之一，伊的作品有强烈的民族特色。詹道雄少年时去到西班牙留学，嘛真尊重这位作曲家，会当甲台湾的文化艺术早去到西班牙交流是一生的梦想。所以除了演出，嘛向西班牙人了解台湾布袋戏各种角色的特色。老师吼，伫咧内底，比如讲跳啊吼，内底有加一寡迄个比较有趣的东西吼，比如讲迄个，伊会讲。东海出灵溪，南山出土地，啊那查某我看，水的拢我的。这届詹道雄带团去到西班牙演出，是一场东西方的交流，嘛是一种艺术外交。伫咧演出了后，嘛要甲咖喱红仔送予西班牙法雅博物馆收藏。未来伫博物馆内底，嘛会设立台湾展览专区，以后世界各地外国人拢通伫遮看到咱台湾的艺术文化。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伫咧日本时代，有一个台语的查甫歌手叫做陈金花，伊以艺名用来出道，互人认为讲伊是台湾头一代的台语查甫歌手，目前已经是102岁了。即摆也甲这陈金花的故事拍做纪录片，希望会当互这个历史，互搁较侪人知影。你村还阁一条日本歌哦，个水仙咯哈啦。啊，搁一个草蛙呢，迄阵台湾我无用小景拢无，迄阵就纯甲爱两个以外无人知。已经102岁的陈金花是台湾第一代台语女歌手，伫1938年以艺名英英发行《日日春》《地花女》这歌歌曲，连台湾知名歌手洪辉辉、江辉拢捌翻唱过伊的歌。即阵陈金花的故事，互人拍做一支纪录片，一蕊金花。家族历史也好，或者是跟相关的时代的一些记忆也好，包括带着我们走到淡水沙仑那一带，可能也有一些地理的一些记忆。那就是很像是从一个小小的家族简史去看到那个时代的一个框架、一个样貌，因为那些时代是我们没有经历过的。可能我妈讲，我们都觉得不当一回事，你知道吗？他怎么出跟他们高雄亚不亚？陈金花迄个时代的台语歌历史，毋但现代人无了解，连伊的厝内人拢无一定完全了解。2018年选台北市长失败，转战电影界的前立法委员姚文智，真支持这出纪录片，认为通重新发现台湾文化的深度。台湾人开始。创作家己的歌谣，台湾人开始甲世界闻名了哈。就是大家看那个留声机、黑胶唱片的制作，透过这部片子，大家也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导演王明霞表示，这出片除了有国内的放映计划，也有规划要报名国际的影展，希望透过陈金花的故事，互国内外拢通看到台湾台语歌谣的历史。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1934年，伫新竹环山出世的资深漫画家刘兴钦，过去以阿三哥大进步漫画人物开创本土的漫画，互人叫做是台湾本土漫画头一人。今年已经90岁了。那这新竹县文化局的美术馆特别扩大举办展览，要互民众做伙来了解台湾漫画发展史。厝边阿三哥大进步是白少50-60岁人珍贵的记忆。也是台湾本土漫画初期的代表人物。侧面讲起过去迄段时间，心肝内满满拢是回忆。国语日报出来就大家抢着看啊，这个看轮的，第二个看，第三个看，
一定要排队想着看，所以那个时候是一个我们小时候没有什么单息的娱乐。今年已经90岁老乡钦表示，虽然是因为看牛的气力无够，老爸介意看牛爱比头脑，袂当比气力。自迄时开始，若是遇到困难，就用头脑去解决。最后，这个故事变成国小学生课本的教材。你的力气要是比牛大，你来耕田就好了。我们何必养牛？我们不能跟牛比力气，要比脑筋，要动脑筋。因此，这句话也上了小学的3年级课本，非常的重要。从此以后，我凡是碰到困难，我就动脑筋，就万事解决了。老乡钦以身躯边所发生的人参故事，画出台湾过去民国60年代发展的历史过程。红仔册把生做真侪人细汉时共同的回忆。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英国一项上届新的研究发现，就算讲全世界大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也是挡袂掉南极的冰扬起的速度。学者也讲，规个冰原迄扬起需要几100吨的时间，到时阵海平面会变悬180公分，未来咱人住的所在含生活方式也拢会对你改变。科学家伫南极冰原收集资料，想要找出减缓大面积冰扬起的危机。不过，英国一项上新的研究发现，就算未来全球用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依然无法度减少南极的大面积冰扬起的情形。A lot of my colleagues have been studying this part of the ice sheet for a long time from a lot of different angles, and it's pretty bad news all around. So I think we all sort of had the feeling that it perhaps couldn't be saved, or a lot of it couldn't be saved. 这份上新的研究拜伫《自然气候变迁期刊》发表。研究人员使用电脑模拟来计算南极洲西部冰原未来扬起的情形。结果显示，就算未来全球升温控制伫0.几度，拢无法度阻止冰原崩塌。而且真侪科学家拢认为，这个防止暖化目标真歹实现。But definitely don't want people to read this study and say, "Oh, there isn't any hope. We should just give up." Because the West Antarctic, it's not the whole world. There's so many other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that we probably still can avoid, even if this isn't one of them. 这是学者第一摆使用电脑模拟来研究海面下开的温水如何氧化冰原。在四种无共款的情形之下，海洋暖化拢会致使这个区域的冰原注定爱氧气。学者佫指出，冰原完全氧气需要数百年时间，海平面就会安尼慢慢上升1.8公尺，因为未来居住地点甲生活方式拢会个定来。公视新闻陈伟仁报道。奥地利阿尔卑斯山的畜牧业因为这生产的成本变悬，这几年渐渐衰微，着业者改用这精致化路线去发展，用永续风格去起厝，对动物友善的环境去照顾，也开发真侪羊羚、牛羚相关的制品和保养品，拼出一条家己的路。山羊拍一头好奇的加镜头小照门。奥地利西部的阿尔卑斯山顶，梅子乐牧场真醒目，大片玻璃窗甲太阳能板搭配使用在地分散建筑，线条流利的插座方式，散发有效现代流行感。动物福祉更加是优先考量。我100只的山羊住伫真宽的兽栏内，有几悬平台会当休困，行动自由无压力。羊呢70等产品自然优质，奖牌挂板表面。Die Tiere, unsere Nutztiere, gut gehalten werden, ja, dann hat es natürlich auf das Endprodukt, sei es Milch, sei es das Fleisch oder Ähnliches, einen Effekt. Einerseits sind also die Vorschriften, was Tierhaltungsgesetze betrifft, sehr streng geworden. 奥地利是900万人口的阿尔卑斯山国家，畜牧牧羊是上传统的产业，不过受到真歹天气、地形真狭、固定成本悬、产量少的限制。过去30年来，全国20万的农场已经消失一半，保证农业只占 GDP 的1.5%。
为着求生存58岁，梅子乐接手西部弗拉尔贝格州这个家庭农场了后，找农场出身的建筑师重新包装，转往高端品质路线发展，兼顾生产线、程度冷藏等工程需求，也开发出一系列年轻两倍的美妆产品线，脱胎换骨，打造新气象。Wir haben damals begonnen, so Landwirtschaft ein bisschen innovativ zu gestalten, durch Produktentwicklung und Ähnliches. Und da waren wir gefordert, Produktionsstätten zu bauen, zu investieren. Und da war klar, wir wollen, wenn wir neu bauen, auch diesen innovativen Gedanken. 梅子乐指出，农场所在的弗拉尔贝格州有真久的设计甲建筑基础，查做结构建筑一向受到重视。工厂手法展现时代精神，最近几年愈来愈多建筑系学生对农业领域开始有兴趣，也有更加多民众毋茫了解食物的来源。农场继续向大众拍开大门，互当地自然人文加上建筑优势，加做行销利器，帮助家己甲子孙会当叫做伫畜牧产业继续经营落去。公司新闻收费中朋友。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吉兰到新竹对23度到29度，苗栗到云林对22度到32度。嘉义到屏东对23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2度到29度，平遥金门马祖对22度到28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